拄则听到就是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上新的讲法，伊讲伊赚的特选钱拢是伊家己赚的。另外，上新的民调显示讲，台北市市长郭文哲到底敢要参选2020年总统，会决定韩国瑜敢会当选赢总统蔡英文。另外，郭文哲的老母昨日咧广播电台嘛讲到，这个郭文哲未和民进党合作。即摆郭文哲到底敢要参选，大家拢真关心。下在参加里长座谈会时，接受媒体访问，嘛讲了这件代志，咱做回来听看卖。你在2020之中能会和胡文芳合作过什么？有办法合作什么？我也不晓得。那我现在蓝绿议员呼吁你说，那个双城论坛应该要停办。那如果要选总统的话，更不应该出席双城论坛。蓝绿议员对，跨党派的要说奇怪，那他怎么会那个虎尾联络人来跟我说，那个议员报名爆满，那要怎么处理？奇怪，这国民党的吗？我不晓得。你去问陈庆安，那奇怪了。市长，那有议员说啊，如果你要选总统，就要讲清楚；如果要选总统，就不适合参加这双城论坛。我还没说啊，这。你是觉得议员现在是有一点自相矛盾吗？没有，一方面你不要参加，我们这个国家本来就是这样啊。我们这台湾本来就是这样，每天都矛盾的事情。我这很奇啊，不是这样的。别人矛盾他的嘛，你就头脑清楚，做你自己该做的事。我上昨天朱立伦呼吁你不要再当政治投机者，他希望针对1国2制，你说清楚你的政治立场。那有时候奇怪，我不晓得他们。那我常常说，我每次讲的话都一样，有哪个地方不清楚吗？奇怪。他们应该是要明确的赞成或反对，他们希望更坚定的立场。这是这样嘛？哦。这个应该，如果你有听过柯文哲演讲哦，那个阿朱与阿花的故事，叫他们再去读一读嘛。你昨天去云林是不是要？你知道阿朱与阿花的故事吗？你知道？对。那你叫他们去 review 一下，复习一下嘛。市长那科大科经济学人预测小英总统会险胜连任。不是这样嘛？预测是以当时的资料嘛，如果到这一刻这一秒，他们在研判，但是还有一个最大变数还没出现呢。他们说最大变数就是你会不会参选。那我跟你讲是这样的哦，其实你看哦，其实现在台湾，其实我在气候上有极端气候，你知道哈？那政治上变极端政治了。你看看哦，像香港的事情，你知道哈？短短1个月，它的民调就会大幅震荡，所以现在几月？6月，还有几个月？7个月。那7个月可以发生7次的香港事件了，所以我要觉得说啊，深呼吸，放轻松。那你昨天去云林有踩场的意味吗？昨天去云林有踩场的意味吗？这个你们就想太多啊！我讲过，昨天回答过啊。这个台湾小小的一定会 overlap 嘛，所以就是，其实对我来讲哦，我到每个地方去学习。昨天我发现台湾那个素食产业是一个很大的产业，以前都没有注意到。因为经济学人好预测说，国民党如果是韩国瑜代表，你就不会出来选。这个我一向都是让大家出乎意料之外。那你现在可以左右蓝绿胜局？那就继续维持吧。现在大绿小绿分裂，你觉得对你是不是比较有胜算吗？有分裂吗？有一点意见不合。我跟你讲哦，这个意见不合是常有的事嘛，所以我觉得你们很奇怪。其实，在世界上，你知道哦，夫妻都不会意见一模一样，所以说我就觉得常常意见不合很正常啊。这科爸妈说中国是哥哥，然后台湾是弟弟，你认同吗？哎呦，那个没有的，好像是这样的。你看是怎么讲嘛？其实它同样是的，这个两岸关系也有分文化的、经济的、政治的各种层面嘛。那所以在不同的层面，它有不同的解读嘛，对不对？有不同的关系嘛。那所以就是这样啊。我刚才就是讲，我觉得我们太把整个世界哦2分2分化，你知道哈？比方说赞成反对，可是常常赞成里面有非常赞成反对也有稍微反对，就是说它还是有英文叫 spectrum， 有一个光谱的嘛，对，所以这种绝对赞成、绝对反对，这国家现在是，其实台湾人本来不笨，你知道，都是被这些政治人物每天这样搞到都变笨了，所以你觉得你的光谱是一直维持在中间的状态吗？那是这样嘛？台湾的整体利益、人民的最大福祉。你用理智去思考，你只知道大概是在哪，应该停在哪个位置嘛。
这些人想的都不是台湾最大利益，也不是人民最大福祉，不是个人最大利益，就派系最大利益，就是这样而已啊。柯妈说你被民进党欺负得太惨，他说白绿绝对不可能再合作。不会啦，我妈妈有这样讲吗？那你觉得还有合作的空间吗？不是、啊，我们是这样嘛，我刚才讲过嘛，合作有很多种层面嘛，对不对？就像台湾在中美之间，你也不是一样嘛，有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军事，有各式各样，也不是说我们如果选一边，那就通通全部压一边，也不是这样嘛。你可以说经济，甚至经济还有一个在切很多部分，这一部分跟美国合作，另外一部分跟大陆方面合作，还是可以分嘛。那总统大选有没有合作的空间？那这个就是再讲啊。如果日报公布最新的民调是三角独的话，郭台铭是第1名，那你的话是最后1名，怎么看呢？但是我看那个民调好像差最高最低差不到3%的，所以表示什么？统计上无意义。外界还是有信心吗？不是啊，我跟你讲，这个他们要去思考了。柯文哲什么都不做，就这样晃，因为他还跟你们几乎是一样啊。这个你们就要检讨，你表示说做越多，人民越讨厌。外界分析说，胜过韩国瑜了。跟格勒是韩国瑜要负责还是真超？